而家喺金鐘太古廣場，咁我搭 lift 上去平台。咦，睇嚟我去錯咗樓層，呢個係掘頭路嚟嘅，要落返去平台。從呢一度出發呢，去金鐘嘅隱世景點香港賽馬會收復軍火庫。跟住啲鬼佬行就啱噶啦，應該都係嗰個方向。Google Map 都唔開啦。咁軍火庫呢，就喺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嘅裏邊嘅。我又要行一條斜路先上到去啦。講真，呢個靜英英嘅格局呢，搞到我都唔知入去好定唔入去好，驚去錯人哋嘅私人地方。咁呢一個位呢，就係售票啦，咁係 for 其他嘅 events 嘅。而軍火庫呢，係免費參觀。經過呢條連接新舊區域嘅長廊呢，咁我哋要正式呢就會進入呢個軍火工場嘅舊址範圍。19世紀尾到20世紀初呢，呢度係為整個香港駐軍裝配同埋儲存彈藥嘅核心區域嚟嘅。行經呢條走廊呢，除咗有擺放現代嘅雕塑之外，仲會見到歷史留下嚟嘅實物。從呢啲古樸新嘅設計同埋刻紋推斷呢，從前係用作海防之用嘅。英國政府自19世紀呢，就計劃將殖民地香港呢發展成為自由貿易港，以便呢同清政府通商。但因為當時呢海盜猖獗同埋地區局勢不穩，令到英國政府非常之重視香港嘅防務，所以從前嘅皇家海軍喺保衛商運航道上邊呢扮演咗非常重要嘅角色。地下呢條路軌呢，就當時係用嚟運火藥嘅。一路沿住呢條火藥軌行呢，咁我哋呢就會去到麥理賢夫人藝術館。呢座建築呢本身係好有歷史㗎，佢嘅前身呢係粵號彈藥庫。活化咗之後呢，就成為舉辦展覽嘅主要空間。入去睇下先。咁入到嚟呢，可以感受到舊時彈藥庫嘅厚重石牆結構。而家呢，已經變成一個好寧靜嘅藝術空間，展出緊當代嘅作品。
咁前面呢座咧咪好實淨嘅石屎屋啦，咁其實係當年軍火庫建築群嘅一部分。嗱，見唔見到呢度好長好窄嘅通道？呢個設計係用於分隔同埋防護，增加安全性。穿過去之後咧，就會去到另外一區噶啦。咦？呢度又係彈藥庫嘅舊址喎，咁而家咧就變咗物禮賢劇場。佢嘅前身係甲部火藥庫，即係存放咗已經完成炸藥嘅地方。而家咧就活化成為舉辦講座、表演同埋電影放映嘅場地。咁最後上到嚟天台呢度，呢度就好多雕塑啦。咁係劉鑾雄、劉秀華嘅空中花園嚟嘅。呢個天台花園將歷史建築、現代雕塑同埋維港城市景觀結合，係一個可以靜靜咁諗下嘢、欣賞下歷史活化成果嘅地方。喂，好似個人影喺個天台嗰度咁嘅，過去睇下先。哇！呢個雕塑喺天台想表達啲乜嘢啊？意識有點不良喎。下條片見。